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建來呢個節目。今屆醫療啦，大家都講乜嘅？吼，大家要發現喎，你一切都當從事心血管疾病嘅問題哦。尤其係你下冷天度咧，然後講當到嘅老人家自家都不好，係講拄到愛用嘅問題，你容易來做，所以你基本上搶到線上呢度節目地度啦，大家來分享，嚇教大家容易來預防哦，嚇注意埋嘅東西。嘅家咧分享，你今屆裏邊嘅係類似啊，連線國際依然嘅自清污染中醫試點分享。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係聯線國際醫院嘅資深副院長醫師店。呀，分享吼，其實青椒冇看到副院長嚟到鴉片，唔過因為冬天要到了，好，天時熱了也寒嘞。古說真嘅有青島心血管疾病的問題，就要開始來注意。尤其係按據我們看到很多的一些報章雜誌的報道，我們會發現說，青島那種心血管疾病的問題，其實已經不是老人家的專利了。有按我嘅感覺，有嘛後生人嘅問題，然後家會談到青。乜嘅心肌梗塞啦，那表腦筋啊，黑某就乜嘅主動脈剝離按用嘅問題，大家就知道好像很了解，哎呦好像很陌生，好，所以故作今日邀請副院長嚟到鴉片，同大家好好嚟分享一下。一開始讓大家嚟分享嘅時候，我們先講一下哈，其實台灣我們說猝死，要用猝死按用嘅情形，我們說前3名，對，這個大家常常聽到，但是沒有真的很認識，哈。所以要前3名，第一列就大家注意啦，心臟病了哈，就是心肌梗塞。簡單來講就心臟病。啊，第二個就是你講的感染性，這個發炎了哈。發炎會用而會細，它就是常常會造成低血壓、休克。啊，休克有某年期它給天數某年送醫病院，大概就會死的。不過發炎像係乜嘅發炎？發炎更多啊，像肺炎啦，容易看到感冒嘅肺炎。係，那它會發炎嘛？發炎。某天的確我注意到某一塊醫生沒有去吃那個抗生素，或是打抗生素，所以就按呢就慢慢的就會變敗血症。敗血症。哦，好。然後你 OK。好。那第3名就會低血糖，啊，低血糖就是有糖尿病也多啦，尤其係啲老人家。啊，因為低血糖，從頭就會有些藥嘅冇食飯，哦，藥嘅有些啦。某些多翻，药會讓血糖下降嘛？啊，你有某些翻啊，就會低血糖啊。哎，怎麼聽資深，怎麼聽副院長用起來好像是很基礎的東西，可是它卻會造成你猝死的原因。因為老人家從頭講，這邊身體還冇好啦，嘛個啊種冇上些翻就冇些多，但是藥嘅是太貴。哦，所以這個時候一般來講，你醫生會搞按你糖尿病幫你家裡要準備方糖。方糖，自己發現過有點症狀誒，就還要把方糖拿了，這樣子就可以挽回一命。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基本概念。我們照顧要做人工的，這是一個糖尿病最基本的一個概念。所以我們要同大家來講，就會講，其實我們這裡的獨居不一定是指獨居嘅老人家，有時候其實青島嘅後生人去家啲，有沒有人在台北租房子，你周 C，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，好像他突然間就發生一個就猝死，那到底是什麼問題？大家第一個聯想的當然是心臟病嘅問題。不過心臟有特別的功能，黑講你有發炎吶，對，你要注意黑沒有感染嘅問題，對，你要注意，不然他有時候就像心臟講的休克，然後你就沒有來不及，然後再來就是低血糖。低血糖，有個耳屎，飯沒有血，錯。我覺得飯要吃也可以吃青蔥油，不過就是不要因為食慾不振，飯某事就是油按有粥唔得。不過更多鴉片，我們就想說，這個是一個常態類嘅分類，對。不過我們還是有可以說瞬間致命的一種疾病，對不對？最近常常可以聽到的，就是大概你來講，就是分兩方啦，一個心臟病，一個係腦血管，就是腦嘅血管的問題。啊，這心臟病大概就有2種，心肌梗塞嘛，心肌梗塞就因為啲血管切到啲心肌細胞死體咧，心臟唔會跳嘅，這個叫做心肌梗塞。通常是瞬間，瞬間。係咪有你去咳3個時間？我們常常會聽到說，他每天看起來都厚啊，如果你咳3個時間，好像爬着，突然間就倒下去，就有點服務唔差，他可能檢查過後就會心肌梗塞，有按有給情形。有啊，多。那就是一個，但這個怎麼辦呢？我們可以提前知道或檢查知道。是在講目前心肌梗塞，我們是可以檢查的。比如講你現在像比如說你不偏咖，你看醫生會安排的心導管。
是会低。但是你说健康检查做点底膜，没做一点啦。健康检查你去做，现在这个很多人医院在做的叫做256切的心脏的电脑断层。哦，那个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哦，当然这些都是自费啦，这个出钱呢没健保哎。哦，那第二个猪也比较少见啦，但是呢。偶尔还是有听见叫做主动脉剥离啊。可喜昌，我觉得最近这个常常看到超其实不时都会有啦。对，因为这个发生率也不是非常低，不是说什么10万个人一个没有哦，它可能会1万个里面就可能有一个。所以它发生没这么低，只是说就跟那个心肌梗塞一样，它是发生太突然了。所以一下就都好，他可能昨天好好的，然后晚上突然间就发作了，这样子。有点体重因为没办法检查。他完全没有办法检查，你就是发病之前，这 X 光嘛，该都正常啊。所以喜常可能你压一矮，我们有主动脉剥离的问题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还是有一点，大家会不会共动，还是有一些原因。比如说你有没有高血压？我懂，后面我们会提到它有一些症状，它发生的一个机转的嘛。OK。但第三个就是脑血管的问题。脑血管那脑中风大概就低，然后这种脑血管在动。但是另外2个也是比较少见的，一个这个先天性的，你看名字叫先天性动脉瘤，所以是先天的。先天的，所以先天。你可不可以检查出来？上海嘴的检查出来，一做电脑断层了嘛，上海嘴检查出来。那另外一个是叫脑动静脉的畸形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平常可能没症状，但是健康检查偶尔也是可以查得出来。对，所以唐喜常那种讲就会吃到讲，像先天性动脉瘤跟脑动静脉畸形的两种片，还做得检查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就你去检查出来，你至少会可能透过断层，透过什么，你至少会知道啊自己可能有暗涌的问题，你就都得可以注意。如果有轻度像是主动脉剥离就不知道，然后脑中风也是，因为轻度跟那种大家会请注意心血管的问题，因为就会担心，就是说嘿，会不会突然我们说憋脑筋，对，是有时候哈嘎发以前会讲憋胎脑，就胎脑筋也还。C 脑筋，我们会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基本的 TP 同大家的分享就会主动脉剥离，因为最近的新闻常常会提到。可是到底嘛该去主动脉剥离 ？OK， 我们要留意的一张图了哈，大家这里看一下，基本上主动脉封连就分3种哦，第1种、第2种和第3种。主动脉因为会剥离，大部分就只能讲有高血压。没有好好控制，大家知道，大家提供心冲1分钟跳几多拜，72次，心脏一收缩，血就会打出来，知道吗？大出来会大多量主动脉，所以你要高血压，你的动脉又很硬，血就一下打出去，这血管会变的，会裂开。这叫剥离，就裂开，裂开以后，这血就会走到的血管外面的那个腔室，就是讲的空间啊。你这边都没血了呀，它血没有往正常的地方跑，走于在旁边的那个裂开的地方，所以就会按的。所以第2种是只有这上面有，那第2个是下面，像这个。整条都有的，或者是像这个，就是都裂开，就一直裂。OK。所以有第3个这3种，就第3个是前面没有裂，它裂后面，它后面会影响嘛？影响野味的那个血管啊，还有的嘛个的脊椎啦，这些血管会影响。所以说，唐喜山按讲，简单来讲，当然这个很复杂啦，也绝非3言2语就得分析得很清楚。可是说简单来讲，就会大家做得看到给主动脉，那个主动脉连到心脏那个主动脉，就是它一下可能冲过去的时候，它的血管裂开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做天公，因为有假设有高血压，什么？高血压为什么血压会高？是因为这血管壁很硬嘛。血管壁比血管比较嘛，因为它周状动脉硬化了嘛，会硬，所以你量起来血压会高嘛，懂吗？因为它没有弹性啊，所以按你没弹性，有一个大量的血这形状呢一大，
冲出去，对，就会类似讲去伤到那个它的那个内膜，内膜会裂开。因为泰卡就会吃到讲，泰卡一般讲到心血管疾病，然后不要弄紧嘛，泰卡直接联想到的就是说年纪比较增长的一种人家。不过其实呀，后上也会有胸外嘛个主动脉剥离的问题，也是蛮常见的。哎呀，34岁、40岁都可能哦。对呀，尤其是有高血压历史，但控制又不是很好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所以这就是主动脉剥离可能会有嘅原因。那刚刚現場有講到嘅，佢說後生人係講有高血壓嘅問題，就真正會注意，可能你唔會發生乜事情，就會按用你。不過佢有講到針頭，有可能會有這些症狀，對不對？而且講一般按平年最明顯的症狀係乜嘢了？一剝離，痛。一直痛，他没有休息的，就一直痛，然後隨着那玻璃一直往下跑，有冇？這痛會走到後背肌，因為血管在後背嘛。所以我們說一直痛到後背。痛到後背，最常見的症狀主要，而且是持續的痛，劇烈的胸痛。它會痛多久？它會走到後背肌，然後呢，心臟當然講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，因為腺膜嘛，走退了嘛，所以它會血壓下降，對，會休克。所以会怎么样呢？会冒冷汗，是头晕，是叫肢体麻木，因为他血跑走了，低血压症状就走出来。等下係啦，大家咧講基可能會發現嘅症頭嗬，咁個基要按用嘅問題，大家是要注意。咁個基本要可能講大家講要按用嘅問題，基本嘛嘅後遺症嘛嘅，嗬，你請鄉親朋友先聊下，啉下茶，你等下陣再嚟講。今日到半夜就得繞牆到喜事點副院長來到兩邊，讓大家來分享。其實前一段你講到主動脈剝離，對，大家就會看到你說胸痛，哇，很痛，然後因為會冒冷汗呐，四肢麻木，因為血冇辦法吐流到這一片。不過你講真的可以急救嗎？什麼？其實現在有講到8個字。真的我觉得有运气在里面，而且每个人的严重程度不一样。从头讲啦，其实你会不偏啊，会用的，其实就8个字了：富贵在天，生死由命啊。我也人构是有点消极啦，有些还要努力，我们还要努力的，尽量去预防啊，去维持我们自己的健康哦。对，所以像这个主动脉剥离，一般大家讲那发生怎样啊？没办法，只有马上开刀。因为人家玻璃嘛，你这血就唔出地方的，所以你还要开刀啦，这血转过来，然后缝起来吗？把它缝起来，甚至里面放个夹管了嘛，反正就是赶快开刀。那开刀这个速度就要很快哦。我就曾经遇到过了哈，有一些偏眼叫做转移蜜管，结果呢，因为发生了这个，他就很痛，又冒冷汗，马上诊断出就会主动脉剥离。在哪里？在在机场。也会转机米轨，然后在机场转机的时间 ，feel 供应不 feel 吃到胸痛，对吗？所以给刘叔诊断出来，问题是成功了，要马上开刀啊。结果呢，太太猪你用来凶了6个钟头以后才决定要开刀，好久哦。对，那结果就后来。你还给转机按救哦？没，他转机过来送偏烟啊。就是发现了还要送偏烟啊。然后送人又住加护病房啊。但是问题这个考虑太久了，所以变得后来就没办法开刀嘞。就没法吐哎。没法吐嘞。这是真实案例。真实的案例。哇！而且以前懂多啊，像比如说懂多名人啊，大家像我这种年纪，姜卫国对吗？姜卫国，蒋经国弟弟啊，给中国慢跑的时候，也是突然走了，就是主动脉剥离啊。那也是主动脉剥离，很多啦，都是。那大部分能够开刀的，会活下来的，没有超过1/4啊。25%左右，也就会欣赏讲，可能有争议、有轻动，你发现按用给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如果家人刚好在旁边，你给他通知送医院，然后给他开刀。大概目前以这个副院长刚刚分享啊，差不多就是1/4可以活得下来。哇，对。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很幸运的，就是有把他给救
下来丢下来，可是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后遗症。朱天讲的，它主动脉剥离，它如果裂一直裂到下部去，下部有嘛个野味，最重要就是野味，野味的血管切多诶，然后还没有血流了，野味就会坏掉了。就变成急性肾衰竭，然后前面就是急性心衰竭，甚至会裂到的脑微血管一样，就会脑中风、脑出血就大部分就是死亡。所以这后遗症很严重哎。那现在还没有倾倒给你压因为比如讲你可能发现给时间，你真的很幸运，你就真的在开刀，然后也救下来。可是也后来因为后遗症而没有办法继续。哇！就比如说急性肾衰竭啊，你就肾野味啊，要洗肾啊。命数救下来了，活下来了，但是那个肾脏因为那个时候的缺血，对，因为那时候缺血造成器官的坏死，电胆来讲还回不来，这边都以后要人工透析，要洗肾了。也就会同大家来分享，就会讲，这就是最近大家常常在讨论的话题——主动脉剥离。不过同大家来讲，也还几个整体会按用的。不过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，我们还是可以预防，对不对？像这边就有讲，因为醒常有一直在强调，比如去你门诊的病患有80%是高血压，对不对？所以控制血压，为什么大家都要一直量血压，然后高血压要吃药？泰卡就会知道高血压，你高血压给时间，你会知道人是不舒服的。可是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，你有可能引发更多其他的心血管疾病，所以控制血压。第二个就戒烟啊，这个戒烟戒酒啦，类似啊。第三个也比较重要，这种体重啦，莫按太口，因为太口对你的心脏负荷总是它太嘛。黑暗用跟眼影，还有啦，有时候会跟你太口某去控制体重的时候，也会影响到整个。太卡共，比如就是你的血管会有一些变化，然后你的血液也有一些变化，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啦。青斗跟眼影环环相扣，就会按用影，好，然后就会预防主动脉剥离。你共识开发哦。你看要预防这个因素看起来不会难哦，都简单啊，大家都做一道啊，问题是有去做冇，大家都做一道，不过大家又做唔到，因为大家就会知道，因为你很大家讲，比如有习惯抽烟的人，很唔好剥烟，你就会知道讲还好啊，挨又冇用挨冇用诶，你讲挨按皮挨冇用诶，就会有按用的问题。不过血压，血压贴高，大家会吃到不舒服。好，这个是预防主动脉剥离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有我们同大家讲一下，就会讲猝死的危险信号。就是说最近有时候大家还是要观察一下，还没自动用按用力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公道下猝死危险性，懂多偏弄用用。就讲为什么会猝死？还有你等等讲低血糖啦，跟那个休克其实症状是差不多。是为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过度出汗。就讲出汗哦，但是要注意哦，要出汗的汗不是普通的汗哦，是冷汗。你秒嘎它是冷汗。我英文叫 cold sweating， 是冷汗。可是我们常常会说吓出一身冷汗。类似这样。对，我们大家体会一下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冷汗。对，但是我意思是讲，你因为这种夏天阴突你会出汗嘛？对。你秒的汗那个是热的哦，是温的，因为你的体温，你的皮肤是热的哦。但我那个休克，尤其是猝死已经休克了，它是冷汗，因为你的皮肤会变白，然后微血管收缩。对，所以这个脸色苍白，有没有会冒冷汗？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休克最早的症状。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我们说血压很低或者血糖很低，常常有时候 same morning 啊，有嘛就会吃透口，好像突然脸色发白，嘴唇也发紫，然后冒冷汗。要注意胸痛这个很明显，就太感就低，胸痛就会注意有我同事的爸爸跌不下，其实没有怎么样，他就突然间坐在那边，就觉得好像胸口闷闷的，然后痛痛的，可是他也会觉得好像没有很怎么厉害，特别去说很不舒服。然后刚好妈妈也在家里，然后妈妈看到就吃到讲脸色不对，注意关键是妈妈发现给脸色不对，然后就我觉得也是谨慎。其实他说我还没有怎么样，我还是可以走路，我还是可以供饭，就知道不是很舒服，容易立刻就叫了救护车，然后就先去医院，当天立刻就接那个心血管那个导管，做心导管，做心导管放支架了。
对，就立刻装支架，医生就说你好险，后定你有get来。你看，我觉得这也是谨慎。有时候胎嘎有轻抖给漏，你嘎会知道啊，有点闷闷的，好痛痛的，可是就觉得好像啊，我可能歇困一下，好，我休息一下，我可能等一下就会好。不行，这个时候要特别重视。所以主持人有一点讲的同好的，就讲平常你观察一3年了哈，脸色很重要，气色哈，就是气色。旁人看出底，这个不是他没给品从的气色出来的，所以就是有问题，就赶快送医送病。好，疼痛，这个疼痛可能就时常讲，有时候痛到背后，痛到背后是啊。OK， 还有重度的血压升高，后点血压轻狗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就算对于一些心血管的疾病，你会按低，你讲你看到不好给你，会讲突然血压升高，你会担心会不会中风啊？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会脸色发白、嘴唇发紫。这个就是一个危险信号。危险有这些信号，就表示它已经很危险了。对，那甚至已经休克了，甚至有可能那个就突然走掉了。所以这有猝死的危险性。对，那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哈，你看，我觉得心血管疾病。每次我们在访问青斗跟欣赏的时间，共同心血管疾病都知道非常的危险。可是每次要讲到预防的时候，或是讲到一些你要去注意的时候，又觉得好像在一点省拍低度轻品手。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看来猝死的催化剂，猝死好可怕，对不对？再加上还品手三猛用不过你可以嗨，这个几乎我们每天都会身边都有朋友会分享对不对？所以所谓催化剂，应该按照你。本上就有料偏比如说高血压啦，心中不要干嘛干，因为这些的条件催化剂嘛，所以会让它这个疾病一下子变都从简单变成很复杂甚至很危险那样。所以比如说劳累啦，熬夜肥胖还有这个肥胖，我们刚刚有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肥胖太卡都得理解，抽烟喝酒太卡没就得理解，个打呼当然也唔低啊，所以冇舔高，用啊出嗓的呀。那个，不过青岛你就不爱用对呀，东东你不爱啊，80%的男人都会打呼啊，所以40%的女人也会打呼啊，女人不是不打呼哦，不，还是有点点，我有时候也会，但是打呼严重不严重，是在于打呼中间有没有发生呼吸中止症候群，呼吸有没有中止，因为对人讲。他有一段没有呼吸呢，他可能35秒钟没有呼吸，喘不过来。那这35秒钟，摩头台一嘎，它就会造成心血管就会变化，就压力就会变大，然后久而久之大概一样，脑血管就救出来，心血管那片就救出来。所以太嘎黑公你打呼问题清氧虫还是要在意，担心那个呼吸中止跟问题，对不对？不过要讲到暴饮暴食当然黑啦，就是讲。叫社会新闻没懂得啊，有的人就看那暴饮暴食后某酒啊，喝酒还应酬，就有爱用嘅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要发现，其实唔但像係线上講嘅，聊到係一啲腎白地毒為督導嘅問題，就會乜嘅臭凍酒啊，吼，因為食酒啊，還有乜嘅注意，你等下就再嚟講。大家在分享你讲猝死的催化剂，糖也有就会审判敌毒，清品什么很多的事情。我要讲最后一个，欣赏不厉害。古说你黑个24个世界青春里也做唔得，其实大家冇注意到，你懂得老人家在什么时候会中风，会变老就偏瘦啊。很多年对老人家你偏瘦，怎么20分钟嘛冇出来？做偏烟啊，做副膏都可能，就你没看做变老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大便，大便有可能便秘嘛，出力了，出力这个在医学上叫 Valsalva maneuver， 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
处理那个负压会增加，负压增加跑到脑压增加，会跑到这个脑压会增加，所以呢，除非变成就是脑血管可能就变态了所以这个是，所以这来讲就不要便秘啦，脾脏要成这个大便习惯其实没这个意思了。艾迪，因为其实根本一整集讲下来，其实同大家的分享就会讲，其实心血管疾病。它其实老人家常常会发生，我懂也后生也很会注意，所以像讲到这个就 TPA 讲到老人家就会有安用的问题，所以在摸下嘅时间，迄个你同老人家共下就是一起住，你还会注意安用的问题，还是要细心观察一下哈。不过共同鸦片大家有发现冇？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，就是说，除了心伤供像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造成猝死，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就会讲老人家在摸下，他可能有轻恐天，人家冇乜嘅太问题，不过佢係講跌倒，好错，就是你会发现说，阿婆没清后没，不过因为阿婆跌倒，他突然间好像就急转直下，有暗用嘅感覺。错，那个主持人工作了哈，他的目的唔低，台湾的老人家跌倒造成。这个叫髋骨骨折，亚洲第1名，亚洲第1名，全世界第9名，所以表示很多啊。那为什么按斗？这个我的工作就是啦，因为台湾的法令有点关系，你讲无障碍。市区很多无障碍，那城市很多无障碍，对，可福坎冇无障碍啊，法律冇规定啊，冇规定啊，像日本啦，有的国家叫做规定，福卡就民宅里面要无障碍，冇该无障碍，要干湿分离啊，不能有高低差啦，还有不能有滑板啊，还有这个照明的厚啊，木工上浅，对天赋好那个某一块，像阿妹就会得到。所以类似案例，这个是有规定的，所以如果请用老人家做复卡，冇得到。真嘅，因为有轻度嘅问题，就会讲老人家其实就冇用嘅清空氣，其他冇乜嘅高血壓嘅問題，不過就會因為老嘅嘛骨頭嘅問題，一跌倒嘅時間就會先生講嘅，其他冇法度真，有些老人家跌落冇法度手術。对，他也承担不起那个手术，或者是因为经历了手术，然后他开始他要一直卧床，然后恢复的轻慢。所以主持人讲啊，天天讲啊，亚洲盛行率第1名，错冇？对。还有一个死亡率1年后的死亡率是20%。哇！为什么会死掉？这个其实是天天讲的，这个叫做一跌倒病败如山倒，就是。要卧床啊，卧床某年照顾啊，要嘛干，然后等一下还褥疮啊、败血症啦，要嘛就叫出来，还有孔天营养嘛，吃东西嘛，整个状态就会对一起发生，就整个就所以死亡率是20%，所以真的是懂严重啦。真紧哈，所以其实平常该它有共多，就会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无障碍空间，我那几个亲简单的例子，有很多老人家，你还要开楼台，是的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住的那种老公寓是没有电梯的，你还要去爬楼梯，这些是很危险，所以有时候是不是要住1楼？然后刚醒常跟我是不是能够干湿分离？我们这边跟大家简单来整理一下，不用第一点就醒常跟那个照明不要太省电，抹上前天赋我们抹上的一块呀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净空的动线，泰哥真的不要小看这个，走一走突然脚一踢到，对不对？就滑倒，这个动线要很重，明显的标示。防滑的地板，踢奶要防滑。对，我不要讲说弄人家，我们都一样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走那个地理，我们要很注意。有时候你在浴室，有时候滑倒的不是只是老人家，好，所以其实防滑很重要。稳固的扶手，这个点日本做过轻后，像日本他们有进到弄人家给这个浴室，它旁边其实那些稳固的扶手是做的很周全的。好，我们这边都没有。有时候你知道他自己起来，有时候手没力，对，或者是说。你的手个没有力气，或是你有什么像风湿性关节炎等等，按用跟问题，那有可能就会跌倒，那一跌倒都很严重。还有是他弄人家给浴缸，对不对？要可以扶。一共大概全世界5万多了，台湾不少哦。老人家在浴缸里面淹死。真的淹死啊！这身躯好心啦，这浴缸里不用好受水啊，嘛个哈啊，之前的嘛个公婆啦，一些事啦嘛说，像 QQ 的这种没有声音，就发现过就滑下去了，滑下去这才讲啊，你旁边没有把手啊，
给轰起来啊。对，因为旁边没有。哎呀，所以你要有适当的扶手。适当的，所以浴缸一定要扶手，还有墙壁上要有斜的扶手。哦，那个都叫做无障碍空间。是，台湾是没有规定的。好，所以但是这些地上的那个坎。以往你给有没有我们台版黑暗永影？比如说你给躺下同你的浴室中间会有一条，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有时候干湿分离嘛，你不要高低差。对对，哎呀，高低差这样楼梯个，刚多哎，就刚多哎，真紧好友善的楼梯。意思就会讲，其实最好是不要爬楼梯啦。错，如果你刚梯我是不要爬楼梯。好好，适合的家具，合身的衣着。对不对？它强松的位啊，对不对哈？比较舒服一点点，然后温度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青头给时间被吃豆干，比如说寒天了都会让你给它起床，因为太冷了，你后天就坐起来。对，然后你可能室内温度还没有调得很好，比如你可能没有很适当的室内温度，它就会突然间，我就会影响那个心血管的问题。头晕啊，我跳汗啊，我跳啦，然后就得多啊。所以在重新讲啊，这个。那讲你要孝顺父母哈，其实第一个让他的房间去装一个叫做冷暖气，冬天寒天啦。还有暖气，还有要省得开，要省得开，对，然后安全的用药，哈，这个其实是整个身体健康的问题。最后一个我也要特别同台卡来分享跟强调一下，就是腿力的运动。我觉得青斗给腿板给你哦，因为共识才把亚生年，其实整个台湾运动的风气是很盛的。那么台卡还有上以为天神凤啊，对不对？哇，练的都是肌肉这样子。不过台卡胸口呢，以前给你去运动就会弄人家做的事情就会马该行路听听啊，那个行路唔好。对，其实你要看你的能力，我觉得行路有时候会唔拉给。错，对，你要训练的是你大腿的肌力。主持人工作很对，这个已经有做过很多老人家那个叫体适能，结果因为马该。下肌无力，对，就是某力啦，下肌某力，你行楼腿啦，你行山坡，你就会跌倒。但是这个话又供出来，这个另外一个现在就是讲，现在老人家像有一种偏叫做肌少症，对，肌少症，除非你肉不够嘛，所以叫某力啦。你某力，你的气腿又没办法爆出，你的气腿就会退化，对，所以就是越来越不能走。对，我为什么会话呢？懂多肉，你刚才想讲肉呀，某些按多。尤其是某些肉、某些蛋白质，所以才能讲个肌少症嘛，肌肉嘛，肌肉是要靠一些蛋白质啊，些肉啊，所以莫想讲肉，人家就某些肉还是要吃一点。黑某就会是清厚给头肤。头肤还没清厚给头肤补充蛋白质，你过压力会看你有痛风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真的问题是一关一关，你要横向的去沟通、去讨论啊，所以增加腿力的运动会清传。所以弄你敢不可以是行路听听，不是说你黑工你真的有一些力，你可以做一点点适合你给强突给腿力的运动。你太改低哦，黑工你的肌力肌肉做到轻厚，你的气头就会厚，按行路行给厚，你就看不会跌倒，就会按用给问题。不过更多鸦片，台卡会吃到，这就是一些居家意外。对，那所以台卡会吃到讲。厝体不下给你会天数去注意，弄你的气感没有管型，有个问题，你自己要注意这些细节。还有就是现在也蛮流行所谓的居家智慧监控，错，因为人工啊，上海你切个啥舒服卡，不管是老人家、后上你都会切个舒服卡。就是说，万一人主讲呀，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啦，万一今天发生那个事情，求救无援啦，没办法。所以这个时候还讲，有监视系统，有保全系统这样子哈，天数你可以按警铃，马上会有人过来啦。监控唔可以讲你的摄影机也可以监控给你按用机，就比如说你家里是不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像 APP 嘛，该报警的警铃，你可以赶快可以按，然后就可以赶快。就可以立刻有一个紧急系统的求救按钮，对不对？这个叠腿板要它周 A 你其实也有越多其实越来越多啊！你甚至像我们感觉现在偏院是在发展一种床啊，叫防跌倒。偏老人家做偏院动作跌倒的，你冇？别椅也很跌倒因为其中啊，叫伊偏手啊，去下不好意思去嫌夹摸啊，夹身躯，也不好意思去嫌这护士，然后灯光又暗暗的，对，动作就跌倒哎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发展那个叫防跌床垫，真的，只要一停通，马上有警报。
公家弄几卡离开他的床了解，类似啊。最后节目的最后，露骨言语，夹来，你是没有来讲一下的，先生有没有讲嘛？唔晓。天降手来旱，人降路来旱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看天灾最怕什么旱灾嘛，对不对？旱灾很可怕，还有你落诶最怕就受到像是饥寒，对哈。不过就是因为亚基露骨演义同大家的分享哈，就会讲其实更多就会讲我们引落诶。你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自己的身体哈。那家人一起帮忙注意，弄人家自己注意，尤其是像居家意外这个东西哈。所以今日就是当感谢线上对到两片，迄讲有时间家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做得哈，感谢啊！听年下来做嘛，家来提倡，然后大家来做认同了。